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，依家同大家介紹返西門子嘅 iDOS 指感精選前置式洗衣機嘅產品使用同埋保養說明。呢部洗衣機設有 iDOS 自動投放洗液及柔順劑系統，洗量達到10公斤，洗衣程序有14個。另外亦都有90度高溫清潔洗衣桶程序，原產地係德國。洗衣機正面嘅左上角就係 iDOS 自動投放洗液及柔順劑系統，中間就係每一個嘅洗衣程序，而右手邊就係輕觸式顯示屏同埋額外功能。下面一排嘅黑色按鍵亦都係其他額外嘅功能可以俾用家選擇。iDOS 自動投放系統嘅格1可以儲存900毫升嘅洗液，或者格2係可以儲存450毫升嘅柔順劑或者洗液，每次洗程都會自動注入合適嘅用量，非常之方便㗎。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點樣去設定正確嘅洗液同埋柔順劑用量。由於唔同嘅洗液同埋柔順劑都有唔同嘅建議用量，因此喺每一次用之前呢，或者轉用唔同洗液同埋柔順劑嘅時候，我哋都需要先設定一個基本嘅注入量，令到洗衣機可以能夠投放合適嘅洗滌劑量。依家會以品牌 A 嘅洗液同埋品牌 B 柔順劑作例子示範。開着咗部洗衣機之後，我哋長撳 iDOS 格1個掣3秒，就可以進入 iDOS 格1洗液基本注入量嘅界面，輸入品牌 A 洗液清洗4.5衣物嘅建議使用量。咁我哋喺 iDOS 格1輸入20毫升基本洗液用量就得啦。運用加同埋減就可以調整個數值。依家我哋去設定柔順劑嘅基本用量，撳一下 iDOS 格2，柔順劑嘅圖案燈會着咗。輸入品牌 B 柔順劑處理4.5公斤衣物嘅建議使用量。咁我哋喺 iDOS 格2輸入40毫升嘅基本柔順劑用量就得啦。iDOS 格2除咗可以設定為儲存同埋投放柔順劑之外，亦都可以設定為儲存同埋投放洗液嘅。假設用家需要喺 iDOS 格2投放品牌 C 嬰兒專用嘅洗液，撳一下 iDOS 格2，洗液嘅圖案燈會着咗。輸入品牌 C 洗液清洗4.5公斤衣物嘅建議使用量就真係30 ml。最後擰一下洗程選擇旋鈕就可以儲存你啱啱嘅設定㗎啦。完成基本投放量設定之後，當下次需要用嘅時候，只需要撳格1同埋格2，直至嗰個格嘅洗液或者柔順劑嘅顯示燈着咗，便會自動套用嗰個設定㗎啦。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每一個洗衣程序。棉質衣物洗程，洗量去到10公斤，適合棉質同埋耐洗嘅衣物。棉質衣物節能洗程大致上同棉質衣物嘅洗程差不多，但係佢就會比較慳水同埋慳電啲。輕柔衣物洗程，洗量係4公斤，適合聚酯纖維，例如運動衫有彈性嘅衫。混合衣物洗程，洗量係4公斤，適合合成纖維嘅衣物，例如衣物種類較多嘅時候都好啱用㗎。纖幼絲質衣物洗程，洗量係2公斤，適合可以機洗嘅絲質同埋雪紡衣物。羊毛衣物洗程，洗量係2公斤，適合可以機洗嘅羊毛製衣物。獨立過水洗程，適合人手洗完需要再做過水嘅衫。獨立脫水同埋排水程序，適合洗完衫之後需要再做脫水嘅衫。如果淨係需要排水嘅話呢，可以將轉速校為0就得㗎啦。水洗溫度達90度嘅清潔洗衣桶程序，能夠保持滾筒潔淨衛生，建議最少1個月做一次。恤衫洗程嘅洗量就係2公斤，適合合成纖維嘅棉熨男女襯衫。洗完之後請將衣物平整掛起晾乾，咁佢就會有個自然順直嘅效果啦。戶外衣物洗程，適合戶外防水嘅衣物，例如風褸。柔順劑嗰格改為投放防水劑就得㗎啦。快洗15-30分鐘洗程，適合清洗輕度污漬嘅衣物。用家可以用 Whirl Speed 去切換15定係30分鐘嘅。
如果你想1個鐘頭之內洗完，可以用呢個強力快洗59分鐘，洗量達到5公斤，適合棉質同埋合成纖維嘅衣物。當你難以判斷污漬程度嘅時候，可以用呢個自動30度洗程，洗量係3.5公斤，適合棉質同埋合成纖維嘅衣物。接住落嚟為大家介紹額外嘅洗衣功能。iDOS 自動投放假選擇鍵，假1代表選擇洗液，假2可以選擇柔順劑或者第二隻洗液。顯示燈着咗嘅時候就自動套用咗該格嘅設定㗎啦。用家亦都可以設定洗衣嘅溫度，由凍水至到90度都可以選擇。一般嘅情況之下，建議用40度去洗衫。脫水轉速方面，由唔脫水至到1600轉，每分鐘脫水速度都可以選擇。預設程序完成時間係指用家可以選擇喺1至24個小時之後先完成洗衣，長按嗰粒掣咧就可以加快去到所需嘅時間㗎啦。Variable Speed 高速便捷模式可以縮短洗程嘅時間，亦能同時保持衣物嘅潔淨效果。但喺度要注意啦，洗衣量咧係會有所減少嘅。防皺易燙功能適合需要攤平晾乾嘅衫。但要注意啦，洗完之後嘅衫係會較為濕潤嘅。遇到一啲嚴重污漬嘅衫嘅時候，可以加埋呢個預洗功能，咁洗啲衫出嚟咧就確保更加乾淨啦。有皮膚敏感朋友可以加埋呢個額外過水，更有效可以帶走致敏源㗎。Remote Start 遙距控制係可以使用你嘅智能裝置去控制你嘅洗衣機嘅，需要連接 Home Connect 嘅應用程式先可以使用。閂埋洗衣機門，再撳一下 Remote Start 呢粒掣就可以作遙距操作㗎啦。依家就同大家介紹點樣連接 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。首先，我哋下載咗 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先，完成一個賬戶登記同埋登入咗個帳號，將手機連接屋企嘅 WiFi， 最後開埋手機嘅藍牙裝置就 OK 㗎啦。首先，我哋打開 Home Connect 應用程式，選擇新電器，根據程式指示繼續按繼續就得㗎啦。輸入需要連接電器嘅型號。根據程式指示，再完成所需嘅步驟，撳加入 Home Connect 網絡。根據程式指示，再完成最後嘅步驟，等一陣就會連接成功㗎啦。依家同大家分享返點樣去清理個排水泵。首先，我哋熄咗個電器同埋斷開個電源先，準備一個可以裝水嘅盤同埋一條厚毛巾墊底。打開排水泵嘅保護蓋，拎出排水軟管，將膠塞拆下並將軟管向下，以方便排出積水。重新裝返個膠塞同埋排水軟管之後，我哋可以用逆時針嘅方向擰開個排水泵蓋。清理阻塞嘅物件，然之後再重新裝返個排水泵蓋，最後閂埋個排水泵保護蓋就得㗎啦。注意同埋保養事項方面，新機使用之前請先用滾筒護理程序90度洗機一次，確保衣物係冇卡喺膠邊同埋門之間空隙裏面，避免膠邊損壞。洗完衫之後請打開機門以便散走殘餘嘅濕氣。洗完衫之後請抹去膠邊嘅積水，最少1個月用一次滾筒護理程序。最後就係定期檢查排水泵有冇異物阻塞啊。